阿伯沿路行，沿路讲：山高生意做介大，主要是做进出口，伊有军队咧经营，算是港区这块位仔的头人。就安尼，三个人对白啊，越过来，搁踅过去，搁经过一条巷仔，下甲连对面有人行来，都无在条相闪，爱两人拢搭壁，硬尖才尖会过。这路安尼生，有影会记无落来。因行到一间介大间的楼仔厝头前的时，阿伯停落来，讲：山高的公司就伫遮，恁才含伊研究看卖咧。我先来。三个人甲伯啊说多谢。阿峰知影伯啊有食薰，嘛为牌仔摕一包薰丝送互阿伯，讲：这阮故乡的薰丝，请你食，真落力，感谢呢。阿伯嘛无提时，薰丝接咧，顺手就递伫裤袋啊，讲：加遐客气，多谢啦。无搁加讲啥，人活的就为原路行转去。海口人就是遮阿萨里搁亲切。三个人徛伫山高公司头前详细看，公司秀面装潢真水真气派，看起来就是大好野人得大的所在。大门顶面挂一块匾，漆乌乌刻5字金色的大字“闽高联合会”。阿峰是头家人，代志看较济，交代因两人讲：等下恁莫交话，见机行事，看办事讲话。三个人入去到公司，随看到一个少年仔，剃平头，穿一束料身看起来真优的西米露，乌皮鞋愈甲金闪闪，袂输会使当作行来照。花仔写字上顶头2粒柳仔无扭，领搁变出来卡伫西米露的领顶面。少年仔看到因三人，随过来招呼，请因去碰椅坐，喙笑目笑讲：阿位兄弟，敢是要来遮借钱？人两骹，钱四骹，约钱真艰苦，这元拢了解。阮遮日是真公道，做你安，报你爽，保证算会好。祝恁放心，甲阮借。阿龙因三人心内焦急。敢有走毋着经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毋知要安怎应。颠倒是少年仔，看三人丢度无应话，佮接落去继续讲。敢讲三位兄弟毋是要来借钱的？若是安尼，敢是有拍笑，爱阮斗处理。阮铺路的，做你安，包你满意，价钱公道。阮做信用的，请尽量还付。三个人愈听愈紧张，感觉绝对是走毋着经啊！阿峰先出声讲：阮是要来找山高先生参详代志，原说是阮走毋着经啊，真实的，甲你交了。少年的听阿峰安尼讲，随时业务仔的态度就无去，正经甲阿峰应讲：哦，是安尼哦，要找大兄，请问是向小盖恁来的？阿龙应讲：是江边拄着的一位头毛白苍苍的阿伯，伊带阮过来的。哦，是水泉伯啊介绍的哦。恁遮请坐，稍等者，我去甲大个讲者。少年的就行对内底进去，无偌久，人佫倒转来，讲：大个请恁入来phòng茶，咱内面请。三个人应一声多谢，就对少年的入去内底间。内底间是装潢做办公厅，壁顶挂100字话，9尺宽，5尺悬。字话顶面仁义2字大字，写甲水佮飘撇。
二围边仔一对武术刀，长刀伫顶悬，短刀伫下面，放伫定做的架仔面顶，摆甲水水。阁有真济拍野球的手套，放伫柜仔顶，摆甲整齐整齐。擘大是真济支，直直插伫一个圆筒里。Hinoki 甲做的办公桌，正面刻一只狗甲一只虎伫相搭，手路真幼。办公桌头前是一块长柱形的 A 桌，底边正对办公桌，当边一边摆三条交椅，同款拢是 Hinoki 甲做的，真实是介气派。迄个坐伫办公桌后壁闪闪的，应该就是三猴。三猴看因三人入来，起身就讲：“我是三猴，水蛇伯啊，介绍恁来的吼，咱遮请坐。”三猴行对交椅遐就坐，嘛请阿龙因三人坐伫对面。少年的甲人带入来了后，人就离开办公厅。三猴的穿插甲少年的差不多，前叉伫西米露是朴色，鞋子是葡萄酒红，皮鞋是酷鱼皮，料身比少年的搁较好。四个人坐好势了后，三猴讲：“是有啥物代志要和我参详？做恁尽量讲，做恁问，免烦恼。我是斯文人。”阿明听到尽量问，嘛无加想，随着甲阿峰进前交代的袂记即了了，问讲：“大个是安怎？你的头毛电甲遮尔球，像不做安尼？”应讲：“我也未开公司进前，伫工地做工，安尼较凉，较袂着沙。”阿明阁问：“是安怎色内都无遐光？你阁爱挂乌仁目镜？”应讲：“较早伫工地做工，日头伤炎，正擦目，挂久全款式。”这时，阿龙甲阿峰已经在洗目尾，叫阿明莫阁问啊。阿明天天啊看无，继续阁问讲：“是安怎？你颔棍仔迄条金破链遐粗，敢袂伤重？”应讲：“较早伫工地做工，安尼金细细，较影目，别人才看会到，较袂无张无弛，去互同事伤着。”即阵，阿龙甲阿峰已经紧张甲伫流凊汗，洗目尾嘛洗甲目睭强要脱汤啊！阿明犹原7月半啊毋知死，继续阁问讲：“是安怎？你倒边目睭遐有一期直直甲长长，为额头离到喙角，敢是小台去互刀仔撩着的？”这时，阿龙甲阿峰已经强要吼出来，惊三猴会变面。按算讲，看办势若无拄好，就随时要让讲。毋过，三猴共款真斯文应讲：“较早伫工地做工，同事无细字，擦到位顶头落落来，去互刮着的，加在无伤着目睭，毋过面就变安尼啊。”阿明阁想要问，阿龙随伸手去甲阿明的喙黄咧，毋互伊阁讲。嘛拄好伫即时，少年的撞入来，真激动讲：“大个，你位啊迄边的竹架啊，搁去工地咧呛声，讲要含咱输赢。”三猴起身，行去门口少年仔遐，讲：“对啊，人客伫遮，莫伫遐大声细声。你共款带囡仔去处理好好势，毋通失面子。还阁有爱叫我等的，莫阁叫大个。”对啊，煞目眶红红，昂声讲：“我走啊回来时，伫过年流浪，若毋是大个收留，凡世早就死啊！大个就是大个，我毋改啊！”
三猴阁应讲：哎，讲袂听的你，人客伫遮，莫阁演即出，紧去甲代志办好好势，毋通失开哈。得啊，应好，人阁撞出去。